咱继续来关心这选战，讲到这9合1大选只剩12天尔，各种民调也拢公开了。根据到自由时报上届新的民调，讲这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这三卡都的这个选战呢，民进党陈时中支持度上悬。对这份民调，陈时中甲蒋万安拢讲，这市政才是上界重要的，会继续来拼这支持度。不过，无党籍的黄珊珊却认为，这大部分的民调拢是袂当相信的。 9合1大选剩12天，各单位选前上尾一波会当公布的民调小连续出炉，结果台北市长选战三卡都领先的人煞无相像。根据自由时报做出来的结果，以民进党陈时中的支持度上悬34.8%，国民党蒋万安28.71%，无党籍黄珊珊23.45%。若讲到看好啥人当选是蒋万安排第1，说来是陈时中、黄珊珊排第3。 对此，蒋万安表示，民调做参考就好。进前，蒋万安真侪摆强调，要以美国是国律师的经验来改变台北。不过，这阵煞有人逼讲，伊服务的公司真侪是替中国企业做代志。过去这个事务所承接了全世界各企业在美国的法律业务，那都完全符合美国当地的法律规定。那其实美国政府、美国人都不担心了，民进党担心什么？ 民进党陈时中针对民调表示支持度会使排第1，真欢喜，强调要是会继续拍拼。不过，伊也积极蒋万安会是国律师经验。是没有错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戏骨律师。可是我要问的，我们要问说，那一些经验有哪一些可以来在台北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来借鉴跟学习？我一直不太知道他的戏骨经验是什么，因为戏骨有很严重的高房价的问题，还有资本。 金钱游戏的问题，做律师只能大概个案的了解，但是做对城市的发展，可能还有全盘通盘性的对地方的熟悉。针对民调，黄珊珊认为民调有真侪操作的空间，而且各民调的结果差别真大，显示大部分民调拢袂使相信。伊也表示，三卡都当中支持度上低，一直拢是陈时中。记者郭富根、张耀水台北报道。